各位又嚟開 Pokemon 卡啦，今集你見到呢個戒刀就知道今日開咩啦。冇錯，我講得到做得到，喺信和中心嗰度買咗兩盒 Pokemon 卡，呢兩盒伊貝嘅，你見到呢盒同呢盒唔一樣啦，因為我黑仔員工啊又開咗幾包，開咗5包啊，跟住咧我覺得值得俾大家問翻我抽嗰啲卡咧，我係日着 AR 老母嘅嗰幾個，跟住我就係有依兩張啦，一張電屬性，一張水屬性，一張水伊貝 Master Ball 喺 eBay 見到係大約500蚊港元，我都唔知係真大假，憑自己嘅直覺我估係真嘅，俾大家望下幾下先，靚啊！冇乜花，我可能會去 PSA 嗰度，我都未知道啊。好啦，事不宜遲，開翻我嗰幾包先啦。呢張咧係有幾個嘅，唔錯啊。入邊係必定出 EX， 同我之前去大阪抽一樣，但係今次喺信和中心買，大約430幾蚊啊 ，total 都千幾啦，都百幾蚊啦。咁嚟啦，嚟呢度1、2、3、4加埋個5張開。喂，Yes 出咗，都大出咗，唔錯。AR 佬啊 ，SAR 佬啊，唔該啦，冇下包，哎呦，爭啲跌，爭啲跌，好啦，好，1、2、3，日本卡係唔同，係靚啲，同埋你抽到勁卡咧會咧稀有啲。入邊有啲係同翻之前嗰啲仲有班古代啊同未來啊嗰啲一齊，有啲卡你都見過。有下包。Oh my gosh！ 出咗咯 ，SAR 佬喎，每盒必定喎 XAR 佬喎。Oh my gosh！Oh my gosh！ 後面係咩啊 ？Oh my gosh！ 成仔仔未試過，各位黐線㗎！兩張 SAR 佬喺我後面，人物我唔知乜嘢嚟㗎，唔係伊貝係人物，各位依張係靚值錢，係嚟啦，3、2、1，冇啊嘛，唔錯啦，兩張 SAR 佬勁啊！值得收，我都冇見過有人好似咁都開到啦，靚 OK 唔錯，擺埋一邊，繼續。我而家隻手好震，手汗出晒嚟，好彩唔係剪個包，根本我都係都唔想剪嘅，直接OK 出埋。下包，哦 ，ACG 出咗，iPad，哇！
好啊，唔錯啊，都抽到差唔多啦。哇，值得，值得，值得，2張唔錯，靠你啦！希望抽到伊貝 SAR 啦，下一箱靠你，放喺度支持我，支持我。OK， 原封不動開始。卡跌，嘿，3，弊啦，嗰張卡跌咗，其實都唔錯，我都要查翻幾多錢啊，嘿，得，哦，哇，開咗啦，卡包喺味道啊，嘿，俾翻個原理先，有啲唔得，哇，覺得有啲似棺材啊。呢度先，大家可以掃個 QR code。好似呢個告卡包咧，唔見有嗰啲問卷喎，有啲錯奇怪。好，大包，拜拜，紙。OK， 冇重複，唔錯。OK， 好吧。又重複先至賠。OK， 下包。8㗎。哦。呢張係咧，有一張 Master Ball 都幾值錢嘅。好嚟，yes， 好，放錯咯，包包入邊係會有10包啊！唔好意思，嚟到翻嚟香港唔記得咗帶翻個 cam 啊，喺度用筆多嚟擋住啊，有啲渣，唔好意思。睇落去有啲唔舒服啊，你哋可能冇。哦，真係頭 ，OK， 包包，X 出咗，好，下個。X 一定會有噶啦。哦，呢球一個 Master Ball 都踢有，包包 SAR 啊，一定有噶，你快啲啊 ！SAR 必出 SAR。哦 ，UR 金卡喎，第一張金卡俾大家望下，呢2張，喂，推薦大家去信和中心嗰度買卡，嗰度真係好黐線，好靚啊！
但係價值都算依張啊都唔平，因為都貴都平，唔算係最貴嗰款。SAR 未出，但呢張好厚喎，點算好啊？唔覺得係唔重手啊？唔係喎，話先。益時，我估係完㗎啦，因為出埋 UR 就嚟完㗎啦，我估。SAR please。哦，依貝啊 ，OK 啊，係依貝就 OK 噶啦，唔係先至依貝都 OK 啦，先至邊會仲好啊？唔錯，靚啊，放埋依邊先。OK，last pack。Epic，最後，唔錯喎，都唔錯，抽到好3張卡，唔錯。頭先第一箱嗰陣時就出咗2張。就出咗呢2張卡 SAR 直出2張，唔錯。第二盒就出咗1張 UR 同埋1張 SAR 依貝，靚 OK。今集就呢度咁多啦，大家再想睇我抽 Pokemon 卡唔同款又或者英文版嘅話，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呢條片，分享俾人啊！算係好難得見到有2張直出同一包，唉，好啦，今集到呢度啦，下次再見，拜拜。